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5月1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第1174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280。根据媒体报道俄军总伤亡已达964580人。目前双方实控线变化不大，势均力敌，正在反复拉锯。乌军在第聂伯河左岸反攻登陆，这个也是今年第一次。但是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有了空军的配合。库尔斯克方向，过去24小时，乌军攻占了普里科多纳街，目前已控制泰特基诺镇一半地盘。别尔格勒德方向，波波夫卡重新落入乌军之手。俄罗斯方面的这个频道报道称，乌克兰军队正尝试以无装甲车辆掩护的小型步兵群突破防线，企图夺取库尔斯克州的乔特基诺镇的控制权。这至少说明乌军在库尔斯克还是在积极的进行军事行动。乌军的凤凰无人系统团的无人机深入别尔格勒德地区，摧毁了俄罗斯的装备，其中包括一套俄罗斯的道尔 M2 防空系统，这个也是对俄军打击非常大。俄罗斯紧急部门对记者表示，过去一周夜，乌军对赫尔松州第聂伯河左岸的7个居民点发动41次炮击。消息称，乌军白天对赫尔松州第聂伯河左岸居民发动24次炮击，凌晨又发动17次炮击，也就是乌军在积极的向这个第聂伯河左岸移动要过河。这个乌克兰的国家安全局下属的叫阿尔法特战部队，这个是布拉诺夫这个系统的特种部队叫阿尔法特战部队。据他们说他们在2周内击毁俄军53辆坦克、81辆步兵战车、103套火炮系统和多管火箭炮系统、11个防空单位、6套电子战系统、725辆车辆、37架无人机、232个通讯天线、637个步兵阵地和防御工事，并摧毁了12个仓库，其中11个仓库储存弹药，1个仓库储存燃料。此外，他们还消灭了1013名俄军步兵。这个阿尔法特战队可以说是战功显赫。根据媒体报道乌克兰的防空拦截弹即将耗尽，但他们找到了解决方案，在俄罗斯导弹发射前将其摧毁。因为这个乌克兰现在缺这个爱国者导弹还有其他的这个防空系统的拦截弹，那怎么办呢？那就只能把它扼杀在萌芽状态，也就是在俄罗斯导弹发射前把它摧毁。乌克兰无人机刚刚飞入俄罗斯境内240公里，袭击了谢伊科夫卡空军基地，这是6周内第2次袭击，目标是 KH-22导弹的存储设施。该款导弹是一枚20世纪60年代的导弹，装有3000升剧毒燃料。这些老式导弹特别容易受到弹片的损坏。正如航空专家斯维特曼所说，没有什么比驾驶一枚装有约4吨自然燃料的老式导弹四处飞行更有趣的。也就是乌军用无人机去轰炸这些老式导弹美国宇航局的卫星捕捉到了基地燃烧的火光。自战争开始以来，俄罗斯已经损失了42架图22轰炸机中的5架，有些是坠毁的，有些是乌克兰的袭击造成。如今乌克兰正在系统性的提高这些轰炸行动的成本，也就是乌军在缺少这个拦截弹情况下，只好主动进攻，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这是双方在战场上的一些情况。我们再看看这个外交以及国际援助。首先这个特朗普政府对乌克兰的态度出现显著变化，最显著举动就是批准对乌军售。纽约时报最新报道显示特朗普政府已批准将125枚海马斯火箭炮发射的卫星制导火箭弹和1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发射的拦截弹从德国转移到乌克兰。目前还不清楚这些导弹是拜登政府批准的，还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出售给乌克兰的。特朗普在3月份提出30天全面暂时停火的提议，但遭到克里姆林宫的拒绝。克宫还加强了对乌克兰空袭力度，尤其是使用了难以拦截的弹道导弹，这让乌克兰对爱国者防空系统的需求变得更加紧迫。所以这个马上125枚海马斯火箭炮，这个卫星制导火箭弹和1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发射的导弹就要送到乌克兰。欧盟外交部长批准设立针对俄罗斯罪行的特别法庭，普京法庭建设已正式启动。5月9日星期五，在利沃夫
参与建立针对乌克兰侵略罪特别法庭核心小组国家外交部长签署了设立该国际法庭的宣言。设立特别法庭的首个步骤已完成。欧盟一位官员在布鲁塞尔的简报会上透露，该法庭最早可能于2026年成立。该法庭将在欧洲委员会框架内设立，审判俄罗斯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名单上有20至30人。另一位欧洲官员在5月8日的简报会上向记者介绍，特别法庭章程将侵略罪定义为下令入侵乌克兰并发出军事执行命令。当被记者问及俄罗斯宣传人员是否也在名单中时，他回答称进行战争宣传不属于军事侵略。约有40个国家参与了设立该特别法庭的核心小组，并全面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的和平方案。该方案指出，实现持久而公正和平的关键条件之一是追究战争罪行的责任人，其中最严重的罪行便是侵略罪。也就是即便俄乌双方达成停火，实现和平，那么对俄罗斯的战争犯的审判是不会停止的。欧盟、丹麦、意大利和法国同意从被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中拨出10亿欧元到欧洲和平基金，为乌克兰军队从乌克兰军工业中购买武器弹药。此外，欧盟还向乌克兰提供了价值6亿欧元的火炮弹药，并拨款超过2亿欧元来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西比加这个乌克兰外长5月9日宣布，欧盟承诺今年向乌克兰供应超过135万发炮弹，再加上捷克炮弹计划的150万发和乌克兰自产其他支持者提供。泽连斯基说，今年乌克兰会有300万发炮弹，绝不是虚张声势。欧盟和美国目前每年向乌克兰提供40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如果用这笔钱从乌克兰购买武器，其成本仅为在欧盟和美国制造的一半。这实际上意味着乌克兰在相同的400亿欧元预算下能获得2倍的武器装备。我们援助的实际价值将等于800亿欧元。我们再看看这个俄乌和谈当地时间5月11日凌晨，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新闻发布会。普京提议5月15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恢复俄乌直接谈判。普京再次强调，俄罗斯愿意在不设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与乌克兰进行直接谈判。普京说此前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俄乌谈判破裂原因不在俄方，虽然战斗行动还在持续，但是俄方愿意与乌克兰恢复此前中断的谈判。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称，俄罗斯代表将于近期前往伊斯坦布尔，代表团团长人选另行公布。也就是普京这边是快马加鞭，人选都选好了，要去伊斯坦布尔跟乌克兰谈判。大家看视频В связи, несмотря ни на что, предлагаем киевским властям возобновить переговоры, прерванные ими в конце 2022 года. Возобновить прямые переговоры, причем, подчеркну, без всяких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ых условий. Начать предлагаем без промедления уже в следующий четверг, 15 мая, в Стамбуле, там, где они проводились ранее, и там, где они были прерваны. 泽连斯基应该是昨天还是前天跟到基辅访问的叫志愿者联盟国家，主要是英国的斯塔默、法国的马克龙、德国的梅尔茨、波兰的图斯克跟这个4个巨头一起开完会之后，向俄罗斯、向普京发出最后通牒，要求5月12号开始无条件停火如果不停火，那么这个欧盟和美国要继续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所以乌克兰和欧洲的条件是先停火再谈判。那俄罗斯的立场呢？刚才也说了先谈判再停火。对于这个泽连斯基他们提的5月12号无条件停火，这普京是视而不见，不予理睬。然后他单独搞出一套5月15号开始进行谈判，先谈判，对吧？停火后面再说。这个普京还说将认真思考由乌克兰西方盟友提出的30天无条件停火提议，并警告向莫斯科施压毫无意义。也就是说我俄罗斯普京又不是吓大的，你吓唬没用。普京说我们不排除在谈判期间达成新的停火协议的可能性。此外，真正的停火协议不仅俄罗斯、乌克兰方面也会遵守，将是迈向长期可持续和平的第一步，而不是在乌克兰重新武装、补充兵力、疯狂挖掘战壕和新据点之后继续武装冲突的序幕。谁需要这样的和平？面对这个普京的回应那么泽连斯基是什么态度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1日表示，俄罗斯方面关于恢复直接谈判
判的建议是个好的迹象，全世界早已对此期待已久。泽连斯基认为，真正结束战争的第一步是停火。乌克兰期待俄罗斯能够实施全面、持久、可靠的停火。乌方希望俄罗斯从12日开始实施停火，乌克兰愿意进行谈判。这个实际上俄乌双方啊还是没能达成一致啊。那我们看一看啊，面对普京的这个15号进行谈判，其他国家什么态度呢？马克龙回应普京伊斯坦布尔反提案说啊，美法已提出明确无条件的30天停火协议，泽连斯基已同意，不接受任何附加条件。现在轮到俄罗斯了，在炸弹仍在坠落时，不可能有真正的谈判，先停火再和谈。你看啊，这个法国和泽连斯基的态度完全一样。我们看看这个德国总理梅尔茨怎么说的啊？他说，首先枪声必须平息，谈判才能开始。德国的态度也是先停火再谈判。听说啊，普京建议在伊斯坦布尔进行和谈，这个埃尔多安呢非常开心，他告诉普京啊，说土耳其愿意主办俄乌谈判。这个根据法新社、塔斯社等媒体11日报道，根据土耳其总统发布的消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时称，土耳其愿主办俄乌谈判。塔斯社报道啊，说埃尔多安还就普京提议在伊斯坦布尔重启俄乌直接谈判表示欢迎。埃尔多安补充道，全面停火将为就俄乌冲突进行和谈创造必要条件，也就是埃尔多安的意思啊，来跟这个法国、德国、乌克兰的意见是一样的，先停火。这里面咱们就要说一说了啊，前几天咱们节目也说过了，这个泽连斯基和普京还有特朗普斗法，大家完全可以看到，泽连斯基现在是越来越成熟啊，泽连斯基是越来越摸清特朗普的这个脾气。特朗普上台以后啊，也就是2025年啊，春夏之交的俄乌这个博弈啊，普京和泽连斯基围绕无条件展开的较量，犹如啊两把悬而未决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表面上看啊，双方都高举和平旗帜，实则各自在谈判桌上布下案子啊。可以说啊，这场无条件之争折射战争逻辑与政治智慧的深层碰撞。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个啊，这个文字游戏里面的战略底色，你看啊，泽连斯基坚持要先停火后谈判，无条件停火，而这个普京呢要先谈判再说停火的事。这种文字游戏啊，它折射什么东西呢？普京自2025年4月起频繁抛出无先决条件谈判的橄榄枝，宣称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开启对话，但俄方始终强调实际控制线停火基础性地位，这意味着承认俄对卢甘斯克、顿涅茨克、扎波罗热等地区的实际管辖，实际上是一种以战促谈的策略。这个同时啊，也是对特朗普斡旋压力的一个回应。泽连斯基呢，则针锋相对，提出全面无条件停火30天，声称这是和平进程的真正标志。但是乌克兰方面呢，又抛出了3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哪3条红线呢？不承认克里米亚归属，保留加入北约的权利，冻结俄海外资产作为战争赔偿。这个看上去啊矛盾对立的这种立场，实际上是为争取欧美军援升级啊争取时间。具体说啊，实际上是为争取欧洲啊它的军援啊，欧洲雄起，欧洲要这个行动起来需要时间，实际上是为欧洲争取时间。德国承诺的金牛座巡航导弹，美国拟增援的爱国者系统，都在停火窗口期加速交付。5月8号啊，俄罗斯单方面实施了72小时停火，实际上是暴露了普京的战略焦虑。为保障红场胜利日阅兵安全，俄军被迫从前线撤回 S-400等防空系统，导致乌东防线出现致命漏洞。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部署，印证了俄防空网络已损失1153套装备的窘境。而泽连斯基拒绝配合3天停火，转而联合英法德波4国推动30天停火倡议，既是对俄心理战的精准反击，也是为乌军重组争取战略缓冲。那么为什么一个提3天停火，一个是要30天停火呢？实际上啊，这个普京提的3天恰恰是防空系统啊往返部署的最低周期，也就是从前线把这什么 S-400运到莫斯科周边部署好，这个至少要3天。泽连斯基则坚持30天，这个正好啊跟美国军事援助交付结束有关。30天呢，美国给乌克兰的这个爱国者防空系统恐怕就到场到货。俄乌双方啊实际上是无解悖论。这场无条件之争的核心症结在于领土主权与安全保障的不可调和。俄方要求将现有控制线法律化，乌方坚持先停火后划界。俄方试图用3天停火换取战场喘息，乌方则需要30天重塑防御体系。俄方期待特朗
朗普施压，逼迫乌克兰投降，无法堵住欧美军援，打破力量平衡。所以这场看似以无条件为较量，终将回归战争最原始的法则。只有当战场的天平发生决定性倾斜，谈判桌上的签字笔才有重量。此刻基辅与莫斯科的钟摆仍在战火与和谈之间摇摆。普京的助手乌沙科夫表示伊斯坦布尔会谈应该以2022年提议和当前的实地局势为基础，这意味着俄罗斯保留被占领的土地，也就是俄罗斯对占领的土地是不会吐出来的。诸多迹象显示俄罗斯无意停火，尤其是不断加强的军工产能。路透社独家报道显示，俄罗斯正在拜斯基奥列姆化工厂修建新的炸药生产设施，专门生产黑索金等弹药核心成分。这些高能炸药主要用于填充各类导弹的战斗部。5月11日，据路透社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透露，法国正在与其他国家磋商，探讨向乌克兰派遣军队的可能性，但并未详细说明具体内容。我们正在就伙伴国的存在与战略足迹进行讨论。英国、法国与乌克兰的参谋总长之间已经进行多次交流，并与各自的伙伴协调相关工作。目前一切正逐渐明朗并取得进展。都好几个月过去了欧洲到现在还没达成向乌克兰派部队，对吧？这么一个决定这个马克龙说停火是俄罗斯和乌克兰谈判的必要条件。马克龙10号说法国正在与伙伴国磋商如何在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斗争中派兵支援乌克兰，但他并未详细说明派兵可能包括哪些细节。他补充说关键是要在乌克兰驻军。从马克龙最开始提出向这个乌克兰派遣部队，到现在差不多2年过去了，八字还没一撇。基辅峰会结束后4国领导人离开基辅，临别时，德国新任总理梅尔茨悄悄告诉泽连斯基说保重，任何时候需要帮助都可以给我打电话。从这个梅尔茨一上任从他这个动作来看，德国要雄起，要承担起这个保卫欧洲的这个责任。本来在欧盟内部德国就是领头羊，对吧？经济是发展的最好，而这个梅尔茨又以对俄罗斯强硬著称。本次基辅峰会上，梅尔茨同样展现了一系列新动作。这个新任的教皇叫利奥14世，这个教皇和上一任教皇方济各似乎不太一样，在对待这个俄乌战争这个问题。这个新任教皇利奥14世他是公开指责俄罗斯是乌克兰的侵略者。新任教皇直截了当的说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俄罗斯有罪，世界必须停止假装俄罗斯无罪这是新任教皇和这个原来的那个教皇方济各完全不一样。俄罗斯入侵了这个普京虽然提出了一个跟乌克兰和欧洲不同的方案，但是我推测就像那个俄罗斯胜利日阅兵一样，普京说停火72小时3天，泽连斯基不同意，但是他到日子他也没有轰炸，实际上就是暗中同意，嘴上不同意，对吧？实际行动是同意的，配合。那么这个普京他提5月15号开始和谈，泽连斯基又说5月12号停火，你要不停火，那美国、欧洲要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所以我认为这个普京很有可能嘴上不承认不配合，但是他5月12号到5月15号他也停火，但是他嘴上不承认，实际行动是停火。等到15号再说。如果你乌克兰接招谈判，那好办；如果你乌克兰不谈判，那说不定还得打。具体能不能停火，对吧？具体的下一步是不是到伊斯坦布尔谈判，我们拭目以待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